反映。统尼基总统大选第2杯要进行第2轮的投票，不过其右派反移民政党头1轮的得票率，而且是排第3的候选人后紧，支持着呼吁支持者爱把这票呢投给现任总统埃尔多安。Seçimlerin ikinci turunda Cumhur İttifakı adayı Sayın Recep Tayyip Erdoğan'ı destekleyeceğimizi beyan ediyorum. Bize ilk turda 伫统尼基总统大选第1轮投票得到5.2%选票支持的 ATA 联名的候选人欧根，日伫安卡拉召开记者会，呼吁支持者伫2杯第2轮投票，将票投给现任总统埃尔多安。执政20年的埃尔多安甲竞争对手基里达奥鲁第1轮得票率差距只有4.6%，政治立场偏向极右派反移民的欧根会倒向倒一边，和某一寡人事解读是影响胜负的关键势力。也毋过也有政治分析师有无同的看法，指出欧根的政党成立只有几个月，支持者对2大阵营多数拢无满意。另外一方面 ，ATA 联名的其他小型政党，像正义党、胜利党选后，也拢各自支持别人。政治色彩中间偏左，行小小派路线，共和人民党的基里达奥鲁第1轮投票了后，开始转向民族主义路线，一直批评埃尔多安的难民政策，佮强调若当选会遣返难民，拜登甲库德工人党进行任何和平谈判。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。大家人拢。